來看即馬為着要因應盧烏戰爭，也有北極的局勢，丹麥呢是在2024年宣布，這做兵就要延長到11個月，也頭屆來開放予女性來加入。這第一批攏總是有1600個新兵，在8月初3已經正式入伍啊。正特殊的就是講，這內底呢，也有包括着19歲的伊莎貝拉公主，而且做兵的期間，伊會放棄所有的薪水甲津貼。在丹麥南部奧克斯伯爾兵營，初3有一批新兵入伍。在輔導官兵的引導下，這批新兵依照程序進行報到。面對11個月做兵的生活，真濟新兵攏講真緊張，閣真期待。Of course, I'm quite nervous, but I'm also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r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丹麥採用徵兵制甲義務役並行的體制，若招募的人數無夠，就透過抽籤徵兵。不過，面對盧俄戰爭引起的歐陸危機，甲北極格陵蘭的領土戰略壓力，身為北約成員國的丹麥，真需要大大強化軍事防禦能力。丹麥在2024年決定將兵役期對原本的4個月延長到11個月，嘛頭擺開放女性做兵。今年入伍的新兵裡面，女兵就佔20%，其中包含19歲王室成員伊莎貝拉公主，為着要挺國家的政策，王室嘛對外宣布。公主會放棄所有的薪水津貼，義務做兵。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and therefore it's a big thing that I'm here. 丹麥軍方重新規劃役期，甲訓練的任務，在個新制度下，新兵會接受5個月的基礎訓練，接落來進行6個月第一線戰備任務。軍方同時嘛成立無人機小隊，提升現代化作戰的能力。Our population is simply too small to have a large army, so meaning that we're changing the conscript to be as it was in the old times, being 11 months length, and this enabled us to train them and to fully train them. 丹麥嘛在這個月頭擺部署義務役士兵前往格陵蘭，一個由100多名士兵組成的連隊，會駐紮在當地1個月，接替職業軍人執行實際的戰術任務，展現維護北極領土主權的決心。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